伫咧日月潭呢，有一间饭店，互民众反映讲，因官方网站要订房间，拢是一个简体字，地址搁写中国台湾。业者表示讲，这饭店集团伫亚太地区是由中国负责的，才会出现这中国台湾，而且因有背回讲，因有反映过啊。那这关公署即马是要求业者网络订房间要有繁体字，也袂当出现中国台湾，而且会追踪看因敢有改进无。日月潭是出名的观光胜地，不过民众选择拄啊早起好，当伫试营运的日月潭丽丽温德武温泉酒店，入去线顶订房系统，毋若全部简体字，下骹标示地址出现中国台湾的字，引起民众的议论。简体字的话，因为这边是台湾嘛，因为还是希望是繁体字啊。对的，因为我也不太习惯看简体字，虽然看得懂，但是就会觉得这是在台湾看的网页嘛，这样对。因为它是网站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是对外吧。我就没有什么没有意见。对，如果说他是在公开我们台湾的报纸，那当然就不行。有人感觉简体字看袂顺眼，嘛有民众感觉无要紧。业者是讲，饭店8%是台湾人投资偏见，饭店官网的客房这的设施介绍拢是繁体字，为了吸引更较侪国内外游客，所以加入温德武集团线顶订房会出现中国台湾的字样，是因为直接连到温德武订房网，这个集团亚太地区是中国负责，地址才出现中国台湾。温德武它这个集团在亚太地区伺服器的位置去直接去做定位，所以目前这个东西大家可能点进去所看到这个简体中文，包含所看到这些资讯，其实都是在温德姆这边他们去直接去做设定的。目前我们已经要求饭店针对订房这一部分能够增加繁体中文的网站，而且不能出现中国的字眼。后续本署也会持续追踪它的改善情形。业者表示，有向集团反映相关意见，主管机关关公署嘛已经要求业者调整订房系统，提供繁体中文，袂使阁出现中国的字样。后续原来持续追踪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